其實好多香港人咧都係受住好多嘅工作或者生活嘅壓力嘅。咁我見好多朋友都係咧，當佢受壓嘅時候咧，好自然嘅，不知覺咁樣咧，就用咗一啲冇乜效嘅方式去減壓，或者去應付呢啲咁嘅忙碌嘅生活。好多朋友都覺得咧，其實有壓力嘅時候好難停落嚟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喺受壓嘅時候，我哋正正就係需要有個空間提醒自己停一停，俾翻個呼吸空間自己。咁陣間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做一個好簡短嘅練習，有4個英文字母都好易記嘅 STOP stop。咁透過呢個練習咧，我哋希望可以跳出平時我哋好慣性不停好忙碌做嘢嘅習慣啦，可以更加覺察自己嘅需要，照顧自己嘅需要多啲。S 咧就係 stop 啦，我哋一齊停一停，可以放低你手頭上做緊嘅嘢，停落嚟。T 咧就係 take a breath， 我哋慢慢吸一啖氣，俾自己感受一下而家呢一個呼吸嘅感覺。O 咧就係 observe 啦，去觀察一下呢一刻呼吸嘅感覺係點嘅咧。大家可以感受下呼吸嘅時候腹部自然起伏嘅感覺啦，又或者可以感受下心口胸膛嘅位置自然起伏嘅感覺，亦都可以感受下鼻孔、鼻尖嘅位置，感受住每一個吸氣同埋每一個呼氣，可以透過觀察感受你嘅呼吸，令自己好有意識咁停落嚟。感受下呢一刻身體嘅感覺，自己內在嘅狀態係點樣？無論個呼吸係點咧，我哋都接納呢一刻呼吸嘅感覺就係咁。咁最後咧就係 P 啦 ，P 就係 proceed。我哋頭先停咗落嚟啦，覺察咗自己嘅呼吸，亦都照顧咗自己嘅需要。咁而家我哋可以繼續生活當中要處理嘅事情啦。咁透過 STOP 呢個好簡短嘅停頓靜觀嘅練習，我哋可以更加有效照顧自己。